这是我特意为你找的电影，你应该很期待吧？你喜欢看恐怖片啊？你害怕吗？不知道，以前小雅总是讲那些鬼故事，我就不敢看鬼片，我也不知道我怕不怕。那太好了。是吗？没什么，开始吧。思成，你没事，没事。我觉得恐怖片挺有意思的，我们多看几部吧。还看？谁怕呀？我就是觉得不够刺激，我们换一部电影。我要睡觉。还没洗漱呢。哎呦，一起吧。哎呦，好，我陪你，走吧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难怪热恋的情侣们都喜欢约会。那你不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吗？你还有很多时间和我一起浪费。因为我不许这么对别人想。只对你这么想。好肉麻呀！累到无力自拔，哦耶！差一点丢盔弃甲，梦不到要代价，用成长来涂鸦，把昨天融化。认定了你给我抹消孤单的理由。